大家好，我係老晉。今次講到變呢，就一定要講商鞅。古代嘅變法同今天企業嘅變改，一般上遇到嘅問題都係大同小異嘅啫。商鞅嘅變法就始於秦孝公時代，喺之前秦獻公都嘗試過嘅，但係因為舊勢力、權臣同埋貴族嘅阻撓呢，效果就唔明顯。呢個亦都係今時今日企業變動面對嘅問題，只不過係換咗管理層同埋前線執行者嘅心思同埋態度嘅啫。一講到變，一定冇人願意嘅，主要係怕影響到自身嘅利益，動搖咗既有嘅地位，故此態度上係抗拒或者係陽奉陰違嘅。商鞅好清楚明白，故此呢，佢先至能夠先對症下藥，之後先至有呢個突顯嘅成效，改變咗諸侯分割嘅局面，同埋奠下秦國日後統一嘅根基，成為一個大統一嘅王朝。佢死後呢，佢個法令呢仍然係嚴厲執行噶，而佢嘅變法係維持最久而達至到成功嘅。之後幾千年都好少有咁嘅例子。嗱，首先呢，就講下原因先。西周建國，分封咗宗親功臣多達71個諸侯國。傳至幽王嘅時候呢，就威信盡失，就被殺於驪山。咁死後呢，就傳位周成王，得到當時為周王室養馬為生嘅秦襄公之助，遷都洛陽，就視為東州啦。咁為咗感激佢呢，就賜咗呢個舊都鎬京俾佢，就正式封為諸侯。另賜被犬戎侵佔之地。中原各諸侯呢，當時咧係好輕視佢嘅。咁50年後，傳至到秦穆公呢，佢開始四處擴張，稱霸西戎，仲收復咗犬戎侵佔之地添，令秦國呢係有圖強之念。而至到秦獻公嗰個唔係好成功嘅變法之後呢，咁啊秦孝公就覺得咧，要圖強嘅話咧，要成功嘅話咧，就必須要有賢臣之助，所以咧就設立咗招賢館，終於咧就吸引咗喺魏國嘅商鞅，就等於企業在外招聘而代替咗呢個內部選拔，即係所謂新人事、新作風，先至會有真嘅改變。嗱，咁先講下商鞅嘅出身。商鞅咧原本就係魏國人嚟嘅，魏國當時咧就係受魏國嘅保護。商鞅其實咧就係魏國嘅貴族，本名就衛鞅。咁因為當時魏國就最強大啊嘛，咁所以咧就商鞅就喺魏國尋找機會，就得到上國公孫痤嘅賞識咧，就給予佢一個叫中庶子嘅官職，就即係太子嘅秘書。官職就唔大啊，但係咧就接觸嘅都係一啲高官嘅權臣。公孫痤病危嘅時候咧，魏王咧就詢問佢，為邊個可以成為你嘅接班人啊？公孫痤就話啦，衛鞅可以升任，但係若果你唔用佢咩，就一定要殺咗佢，唔好俾佢同第二啲諸侯國效力。咁後來咧，佢又搵嚟商鞅咧，就告知佢個情況。佢解釋咧就係話咧，我先要為魏國設想先，此舉咧係以先公後私嘅緣故，同埋咧就話俾佢聽咧，若果你唔被重用嘅話咧，你就速速逃離，以避殺身之禍。商鞅咧就不以為然啦，佢覺得若果魏王唔重用我，咁我何來有殺身之禍呢？咁結果咧，佢真係冇被重用。後聽聞秦孝公設立招賢館，於是佢就鬆容，就走去秦國尋找機會啦。商鞅係個好聰明嘅人啊，佢知道咧由招賢館人選眾多，去接觸到個決策人，即係秦孝公嘅道路就好漫長嘅，所以咧佢就走咗後門，就揾到孝公身邊嘅紅人太監景監，就代為直接引薦。初時被接見後嘅洽談就並唔順利啊。咁啊，商鞅第一次咧，佢就講呢個以帝道嘅無為而治，避免戰爭。但係孝公咧就全不感興趣啊。
第二次接見呢，今次佢就講黃道嘅仁德治國策略啦。孝公亦都不為所動，於是就激嬲咗呢個景監，就將佢逐之於門外。咁個事情係咪就咁完結呢？咁且看下回分解啦。我係魯俊，下次再見。